白噪音冇用？呢啲爹哋媽咪試過之後都後悔冇早啲用。點樣可以正確使用白噪音機呢？大家好，我係 Jenny， 你專屬嘅嬰幼兒睡眠顧問。我哋先嚟睇下科學嘅數據。一項研究發現，80% 嘅新生 BB 聽到白噪音之後，能夠喺5分鐘之內入睡，而冇使用白噪音機嘅對照組裏面呢，就只有25% 嘅 BB 能夠自然入睡。咁樣代表咗咩呢？呢個唔係巧合，而係白噪音機確實有助於幫助 BB 快速入睡。另外一項2005年嘅研究就指出，白噪音唔單止令到 BB 能夠快速入睡，仲能夠減少夜間醒來嘅次數，並且降低入睡嘅抗拒。當然，白噪音機要用得正確，先能夠發揮最大嘅效果。呢度有幾個關鍵嘅重點。第一，音量要適中。我建議將音量控制喺大約50分貝，大約相等於淋浴時嘅水流聲。音量過大可能會影響 BB 嘅聽力，過少呢就效果有限。第二，擺放嘅位置要正確。白噪音機應該放喺距離 BB 床頭至少1米嘅地方，避免直接對住隻耳仔播，確保聲音係柔和唔刺耳嘅。第三，持續播放嘅效果更加好。好多爸爸媽媽都會喺 BB 啱啱入睡嘅時候播放白噪音機，但係其實最好嘅方法係成晚都播住，因為咁樣就可以幫助 BB 喺夜間轉換睡眠週期嘅時候，唔會因為環境變化而驚醒。呢啲簡單嘅調整能夠令到白噪音機發揮最大嘅幫助，令到 BB 瞓得更加穩定。